手把手祷告手，我们看到好多把的手钟，却不是每一个手钟各敲各的音，而是能够协调，成为一首可以赞美上帝的诗歌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彼此同心，我们要补救那谦卑的人，不要志气高大，不要自以为是。在生活中，上帝给我们有自由意志来选择，但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只能从自己来出发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彼此之间来提醒。我们人总是会有那个盲点，求神光照我们，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失了准呢？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，就是即使我失准了，上帝来提醒，让我能够回到那正路。带到的是，我还是想不通一件事，求神来带领我。我们的家庭也一样哦。我们看我们的家庭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但我们经历那最后能够合一想法的经历，那个美好经历，如今都还影响我们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